喺平安夜，唔少市民都會出外過聖誕㗎。聖誕新年期間，機場一共加開177班嘅航機，較舊年200幾班少咗。係啊，咁受到經濟轉差同埋匯率下跌嘅影響，唔少人都改咗去亞洲嘅短線旅行㗎。入境處就話，截至下晝嘅5點啦，有37000幾人次經機場出境。張志仁報導。機場客運大樓人流多咗，唔少旅行團準備出發。有市民話，以往會去澳洲或者歐美等地過聖誕，但係經濟轉差，假期又唔多，改去華東，團費只係幾千蚊。而家經濟唔係咁好咯，金融海嘯咁就會慳啲啦。以往要通常都係可能3-4萬蚊到啦，咁今次都係1萬蚊樓下啦，都係。亦都有旅客話，韓元對港元嘅匯率下跌，去南韓滑雪同埋浸溫泉，團費平咗2成。哇，跌咗好多喎！咁我哋去到嗰度好使好多啊嘛，會。日元匯率仍然高企，不過去日本團費每位1萬蚊，仍然有捧場客。新婚嘅黃生黃太同爸爸媽媽一齊度蜜月，團費貴啲都值得。行街啊，食下嘢咯，有好多嘢食噶嘛，話啲人講日本都值得咯，去日本因為有假期啊嘛，唔爭嗰少少啦。聖誕節公眾假期星期4先開始，入境處預計到時會係出境嘅高峰期，預計人流會更加多。亞洲電視記者張志仁報導。